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客栈，哈哈，好点。今日我老大家讲，台湾人做唔得唔地嘅客家菜。天啊，发光啦！竟然还有 LED 特效灯光啊！讲到客家菜，相信各位朋友经常会想到炒肉、板条，尤其炒猪肠。哎呀，想到眼都口水滴滴流啊！一道菜都当炒饭，系暗暗的好选择。出得来天天点一道菜做冇唔错。身边爱啲米家是客家美食，当然爱啲客家美食嘅由来。其实各地客家传统、老官方嘅客家美食法通，都会好用力、好仔细、毫不保留嘅老唔讲一道美食嘅由来。客家菜就可以坚持好客心、好客情，来三望招待好年客家，根本就係最高品質嘅服務便宜，係風飲展示嘅兩條老開幕啊！沒想到嘅應該拿諾貝爾獎，真見客家族群就可以輕巧地待客之道嘅一群人啊！應該再給拿一張諾貝爾獎。等下，老時間 stop， 做到路頭拜。英國嘅逢山必有客，這擺客家年底3號同城飯係當辛苦誒，比如補充流失嘅體力，增加食慾。菜色聽出愛又鹹又香又回滋滋，知道客家菜當炒飯就可以一個原因。另外，啲平常還忙出色嘅年菜，到了食材比較愛方便保存，擺貨嘅時間就得隨時打包帶走，歡樂跟住走，都會做成乾醃製品，就係蘿蔔乾、鹹菜、豆腐魚。哇，小二，麻煩再來一碗白飯。這個有的東西是難人用嘅神咯。唔是樣，生拿到各種野生通食物，都可以按客家人嘅食材的。對個肉到農場，一些半些以後之年都不可以浪費呀！有的原因，你不按客家人就得講係吃也吃雜，樣樣來。小二，麻煩再來一盤醬汁炒大腸。所以我說那個醬汁呢？小二，再來一盤雞粥啦。不過平常上香過年咧，都會過年的時間，都要先拜天拜地拜神明，再來好好獎賞自家。客家人過年會拜神仙，拜太過後太歲傳，就會有啲菜米，大行菜都出一些些咧，都會有條大手，就大鍋炒吧。沒想到按你炒就炒出了客家小炒，也是個頭擺客家人夢寐以求，一年一度還要有菜米這四類都為宇宙無敵霹靂客家終極美食啊！除了米線好食，面再顯出客家刻苦耐勞嘅歷史精神。等下，你開頭講到嘅好客心，還有乜嘅集體年客，也係樣嘅喏。原來也都會復興客家文化嘅自謀啊！政府當票遇到本客家當年認識客家，體驗客家美食，派你當道嘅比賽，選出1000單頭擺冇談過嘅客家店路，然後客家小吃，遇到推廣出去，好客心、好客情，集體好年客，安樣嘅朋友就莫名其妙誕生啦！選出現呢一道客家人都冇聽說食過嘅客家菜，不過一道剛剛宣傳，咪係用心良苦，咪唔好食米線咯。客家傳統都係一對客家風嘅裝飾，就係南山、紫砂。法布也可以有同法，不過位朋友依照承認客家文化核心，才是你就變做客家人嘞，就比較重新過咯。不過你採用外表脫離歷史文化脈絡嘅觀光包裝，自己做得保存客家文化係。本觀光客是客家菜，做南山賣紫砂嘅，咁做得重建屬於客家頭擺嘅神法樣貌嘅，故所提快速變化嘅現代社會，樣人做，就做得傳承客家文化咯。哈哈，有啲問題就留俾各位看官好好笑一下嘞。好的，你到底客家還有乜嘅神奇嘅文化呢？客棧，哈哈，好點，下一拜再來講了，拜拜。哇，原來客家美食有這樣的淵源吶！對啊，可不要小看客家菜呢。這集講得我都肚子餓了呢。開飯啦，店小二來一盤客家小炒。不對，是服務生來一盤客家炒牛。服務生來一盤客家小炒，好餓啊！再說不好就等着餓肚子吧。